已经5岁啊。嘿，但是5岁你啥物啦？你又搁伫咧治青，你看咧，你穿甲你就行的啦。3更半暝踮咧我的房间，要讲人嘛误会。啊，对吼，我煞袂记哩。春桃，你紧去甲你员讲，讲小姐是查某，叫伊毋通搁再误会。嘿，袂用的啦。春桃啊，你千万袂用甲你员讲我是查某。是安怎袂用甲伊讲？师妹，阮阿爹的性命，搁操纵伫咧李成的手头，我不得不才要改扮男装，接近伊自首，就是为着要借机会偷摕玉女啊。但即马李元甲伊自首，两个人是好朋友。你若将我的秘密甲伊李元讲，毋拄好伊若泄露出去，安尼李成绝对袂放阮阿爹干休的啊！阮姑娘，李元伊又搁老实又搁忠厚，只要咱将代志的重要性甲伊讲，伊就袂泄露出去啊。是啊，就是因为伊老实又搁忠厚，我也是惊伊毋拄好讲出去啊。若安尼讲，我毋就永远无机会通甲李元解释咯。师妹，你毋免担心啦，我会换一个方法，找一个适当的机会，代替你甲李元解说。反正这项代志就包在我的身上，李元绝对走袂去的啦。个人。对，师妹啊，有一件代志我煞袂记你问你，你3更半暝叫春桃带李元来这个所在，是要创啥物啊？我听春桃讲，恁要加害自首，所以毋知要叫春桃甲李元讲，叫李元放自首离开苏州。哦，加早，互你无机会甲李元讲。是安怎是？因为自首若知影这件代志，伊一定会龙颜大怒，即刻会派伊周勇抢咱的李成甲恁阿爹。到时阵，连王若知影失败，伊会一不做二不休，发兵围困郑。到时阵，你看你要安怎？哎呦，文言不由我，心胆寒，也欲迎来险险了何端呢？苏家你若是哦来得慢，迄个话词如风啊，伊又羞难。师妹啊，我看你是有惊。花样变，随伊的过去，可会安宁？苏家你果然有远见，迄个玉英敬佩在心田，我敬佩在心田啊。怎样？那你即马袂搁再想起我引起你甲你怨的误会啊？吼？加在我赶得到，若无，即个好你就惹大咯。是讲即马李元为着即件代志，毋知要偌尔啊受气。气死我！这明明是要甲我气死！贤弟，我会气死我！代志还未清楚以前，安尼就这么正受气，这敢毋是自吹苦吃呢？哎呀，大哥啊，这代志拢是我亲目睭看，绝对袂毋对啦。你确定迄个少年的就是玉英的意中人？一定是大哥，
一定袂毋对的。你敢有问玉英过？啊，迄个时阵我气甲玉要昏去啊，我还过去甲问。哦，就是啊，我毋知讲这一定是误会。玉英伊若假使变心，伊何必叫春桃约你去？敢讲伊自找麻烦啊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牛兄也拄好要出来去佚佗，你宁可陪牛兄出来去行行呢。行。公主，你有讲要出去啊？是，我想要来去高速台行行，叫伊陪我。安尼我陪你来。毋免毋免，有你现地陪伴我就会用的咯。公主，万一若有发生什么代志，有我伫你身躯边，也都来保护啊。甲代志遐拄好，紧我若要出门，就会发生代志。哎呀，你最放心啦，你毋免甲我担心遐尼诚济，我赶紧来去，啊，赶紧转来就好咯。行行。上，伊竟然毋知影讲这附近有藏一寡刺激，伊竟然坚持毋肯互我报告，这无论安怎，我一定爱暗中保护皇上。哦，自首较李元要去游高所台，是叶秋勇是毋是有随在身边？无，属下看到一清二楚，只有自首甲李元两个人。哼，是，好机会来咯！杨官，你打算要安怎样？利用这个机会暗杀自首，嫁祸李元，希望你即刻命人被救。假意要去游赏春景，我命令手下办做你的家丁，以价行事。阮来底下是要安尼做？是啊，这边来假，桥已经准备好势啊，咱来底下马上就要出门啊。爹，你哪遮尔啊糊涂？你一定会后悔。素梅，后悔是以后的代志，即摆要紧的就是爱救人。我来找周玉。毋免咯，等甲周勇到位，李成已经得手了。师姐，你有一身的好武艺，救家的代志只有是靠你咯。素梅，你又搁袂记哩啊？我就袂用去出面救人的。假使若是叫李成发现着，阮阿爹的性命就难保啊。即马要去有自首，只有是你才会当出面咯。我也袂晓武艺，是要安怎去救人？我自有办法。春桃，你去甲我找一副惨白的假喙手。你要爱假喙手，是要创啥物？我不但爱假喙手，而且我要搁一领老阿公的衫，甲一领老阿婆的衫。好，我随来准备哈。师姐，啊无你是要叫我扮做阿公啊，还是要扮做阿婆啊？你呀，啥物拢毋免，安尼是？只要听我的话，对我行，自然就会当救出自首，甲你迄个李三郎。江南明香水不来，一骑红娘不关怀。青山翠屏
样呢？大哥啊，我看我甲玉英的文书，规支体调好了。贤弟，你搁伫咧想迄件代志啊？我知影，我若等到这个时阵，我再讲起这件代志，会互大哥你无心情同我佚佗。要不这件代志你叫我放在心肝内，我实在足艰苦的，我忍袂掉了。贤弟，你放心，这件代志，你就包在你的大哥的责任咯。我一定该查明水落石出。如果玉英真是变心，迄个时阵嘞，咱再过来提去退婚嘛，还佫袂慢。啊，像贤弟你的人品遮尔真水啊，要娶佫较水的查某嘛，也有啊。大哥，我甲我来啊，是你的岳父。岳父。祖家叩见公主。免礼。多谢公主。祖家，你还过认得我？嘿嘿，当然咯，当年在京城也捌见过面，所以永远刻在我心内。真好。你哪会拄则来？就是咱这佚佗的啊。你哪偏偏这个时阵才要来啦？我是在什么时阵才来？不，这位是朱公主，我去向前见呢。拜见朱公主。我大家在头边走，你怎么来？我看起来我厉害了，我讲救你啦！你快走！看这两个老伙仔，分明是乔装改扮的，功夫遐尼好，伊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位老者分明是来救皇上，伊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咱会知影皇上在此有来？看起来今仔日是无法度同我下手，不如趁早离开，另外再做打算。朱公主，在下也有淡薄仔代志，我先走。啊好，你这里先行。玉英啊，咱斗阵转来。阿爹，我想要踮遮佚佗。呀，呀，哎，气死呀！来，这个。好啊，好啊，你看你安尼身躯重大啦。无紧张啦，来，我甲你斗。手手唔得摕落来。啊！原来是小贤弟啊！好啊，好啊，你看你安尼身躯重大啦。无紧张啦，来，我甲你斗。手手唔得摕落来。啊！原来是小贤弟啊！哎呀，小贤弟，大哥啊，啊，你哪去装安尼呢？大哥无见面。你是啊是啊来，我甲你斗对衫。哎呀，你哪去装这个老伙仔呢？原来玉英也搁甲伊斗阵，而且两个人搁遐尼啊好，真是要给我气死！小玉敢毋是存心想要伤害皇上？拄则伊为什么搁来救皇上呢？小贤弟，来，我甲你介绍，这位叫做李元，是牛兄新结拜的兄弟啊。李兄，李贤弟啊，来，我甲你介绍，伊就是叫做小玉，是牛兄以前结拜的好兄弟啊，早都捌看过啊。啊对，大哥啊，阮两个都伫个玉英小姐的手楼顶就见过面啊。啥？哦，你就是去看到伊啊？李兄，玉英小姐徛喺遮遮久啊，你哪敢袂插伊啊？这是我的代志，免你管。嘿，这件代
代志甲我关系足大，啥拢我免管。孙啊，你着减讲几句，免得你拢搁再误会。哎呀，师妹啊，伊对你这冷淡，你哪拢袂生气啦？我对你冷淡，你咧唔甘，你心肝咧疼死我哈？是嘞，我唔甘啦。好咯，现地唔通冤家啊！光恁两人看在故乡啊，不过为小事动不平。你现地啊，我看小姐对你真坚定啊，有话当面解释清。你我久别金中红啊，永树你情只用讲，面前有杯啊酒，杏花酒啊，兄弟把转不醉也不休哦。等等，你别安尼就走啦，等阮小姐你小姐安怎？你小姐是物叫对小玉去啊？我搁老家要创啥物？哼！呀，三郎，你听我讲啦。春头金剪宽三郎，误会阮小姐是你不懂，你着平心静气听我讲，若无会屈煞迄个女方中。一切是我亲眼见，你不必对我来卡语花言。阮阿明嫌我出身贫贱，后悔甲我来定伊嘛言。你误会我曾经有拜师学课，小玉伊是我的师兄。哦，啊，恁师兄就用个三更半暝去过你的手帮手。是，今仔日伊阁会假做老阿伯啊，陪你出来咧游赏百花。吼，惊人认出来，阁假先做阿公啊哈！啊，你是个真歹运啊嘿！啊，偏偏叫我拄着。你讲，你即件代志你要安怎甲我解释？你讲啊，你甲我讲啊！安怎？这根本我误会你是无？你讲互我听，你甲我解释互我听嘛！